佛教故事通常深具哲理，旨在傳達因果、慈悲與心靈解脫的智慧。因緣果報，沙灘上的腳印。兩個朋友在沙漠中旅行，途中發生了爭執，其中一人憤怒地打了另一個人一巴掌，被打的人覺得很受傷，一言不發，在沙灘上寫下：今天我的朋友打了我一巴掌。後來他們遇到一片沼澤，被打的人不慎陷入泥沼，險些喪命，幸好被打他的朋友奮力相救。獲救後，他在一塊大石頭上刻下：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一命。朋友好奇地問：為什麼你被打時寫在沙子裏，被救時卻刻在石頭上呢？他回答說：當別人傷害我們時，我們應該把它寫在沙灘上，讓寬恕的風把它吹走。但當別人幫助我們時，我們要把它刻在心裏，這樣才能永遠感恩。寓意佛教講究因緣與業力，將仇恨如沙般抹去，將恩情如石般銘記，這便是解脫與智慧的生活態度。得人因果千年記，得人花帶萬年香。我們學習感恩是生存世上必修課。有緣可以到美之店網頁看看有沒有緣分飾物，多謝收看，可以點心心支持一下。